今日要同大家講嘅話題咧，就係漢字，即係我哋俗稱嘅中文字。咁所以啦，今日咧就唔會同大家講一啲關於健康啊、營養啊呢啲科學嘅話題啦。咁點解會講漢字嘅咧？因為我自己對漢字，尤其是對甲骨文咧，係有特殊嘅感情嘅。咁咧就有機會就同大家交代下。喺外國人嘅眼中，漢字咧係好獨特嘅，不過咧亦都好古怪。咁點解係咁樣嘅咧？咁我哋睇一睇Google Translate，咁相信大家都有用過嘅。咁喺入邊咧有百幾200種嘅書寫文字，係嘛嚇？好嗱，問題一啦，咁究竟文字書寫嘅文字喺本質上咧係分幾多類嘅咧？原來咧好簡單嘅啫，書寫嘅文字咧其實係得兩類嚇。嗱，如果我咁樣分，第一類叫漢字。第二類叫非漢字，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咧，我好似好自大係嘛？好似唔係幾好喎。好嗱，咁我哋睇翻咯。事實上，文字真係分兩大類嘅。第一類咧叫做語數文字，或者俗稱叫表意文字啦嚇。咁另一類咧叫做表音文字。好嗱，咁我哋先睇睇左邊語數文字或者叫表意文字先。表意文字咧。就係佢最基本咧，要表達嗰個語義，即係話咧要表達嗰個意思出嚟。咁所以啦，最基本嘅字位，即係我哋叫一粒字啦嚇。最基本嘅字位咧，佢就可以表達一個語數，即係話咧表達到一個完整嘅意思出嚟。嗱，咁呢度咧我就用一個漢字去做一個例子啦嚇。譬如呢個樂字啊。你唔好理佢有幾多個音幾多意思啦，我當佢一音一意思先啦嚇。咁呢個樂字咧，我一寫出嚟，佢就佔一個字位，咁佢有佢自己意思嘅。咁最起碼咧，佢係代表快樂啦，係嘛？大家都諗到好開心嘅，係。好嗱，咁咧表意文字，譬如用我哋漢字做一個例子啦嚇。咁譬如大家見唔見到圖入邊有三個字啊？嗱，呢三個字咧，我估好多朋友咧都唔識嘅。不過啦，最左邊嗰個咧，咦有個鳥字邊喎，係咪？咁大概我都估到咧，佢應該係同啲雀仔嗰啲嘢有關。中間嗰個咧，金字邊應該係一種金屬。最右邊嗰個咧，應該係同啲植物有啲關係嘅。咁所以咧，表意文字咧，佢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咧，我哋睇到呢個字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或者有陣時有機會咧。估到佢嘅意思。表意文字咧喺讀音方面咧有兩個特點嘅。第一，如果我哋見到一個生字啦咁我哋係唔確定佢個讀音係點樣嘅。甚至咧有陣時連估都唔知由邊度入手啊。大家睇睇畫面呢個字，大家估唔估到佢係點讀啊？呢個字係讀有，即係無從入手嘅。咁另一個點咧就係啦，表意文字因為佢唔係記錄嗰個音噶嘛。咁所以啦，喺唔同嘅地方咧，譬如啦，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咧，咁同一個字咧會有兩個唔同嘅讀音。嗱，喺唔同嘅地方咧，亦都會有其他嘅讀音嘅。至於表音文字，咁佢嘅重點咧，當然就係要表達語音。我哋以英文為例啊，譬如你見到 A 呢一個字係咪？咁佢佔一個字位啦，有佢嘅讀音。不過啦，單獨一個字母咧，咁通常咧就係冇乜意思嘅。如果要表達一個語數，即係一個有意思嘅嘢啦咁咧通常要由幾個字母咧合成咧先至做得到嘅。譬如你見到啦 HAPPY， 嗱呢度咧就有5個字位啦，有5個字母係咪？咁咧就夾埋變咗 happy。通常我哋咧就唔會讀 HAPPY 嘅，係咪？我哋咧將佢綜合咗變成 happy 兩個音節。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學過英文啦咁我哋見到一啲英文生字咧，好多時我哋係會識讀嘅，大概我哋都會識讀。不過啦，佢嘅意思咧，我哋好多時就未必知道咯。嗱，俾一個例子大家睇啊，見唔見到呢個字？係咪？我相信啦，99% 嘅人咧都唔會識嘅呢個字。不過咧個讀音咧，大家都可能都頗有信心喎，係嘛？你見到啦，應該係咁讀係嘛？Veturicoleans 係咪？
咁至於佢係咩意思嘅咧？嗱，除非你係讀古生物學㗎啦，如果唔係咧，我相信你一定唔會識呢個字嘅嚇。咁呢個字嘅意思咧，就係古蟲動物咁啊，就咁睇個字英文你係估唔到佢係咩意思嘅。但係如果轉咗做漢字咧，咁就算小學生佢識呢四個漢字咧，講大大概概咧都估到咧，你其實係講緊啲咩嘢。至於日文咧，嗱佢就唔同少少咯。雖然佢都係表音文字，咁咧日文咧就係一般情況之下咧，咁佢每一粒音咧，你都係要讀出嚟嘅就唔會咧就集合埋一齊咁樣樣。咁我哋做一個小總結先啦文字咧可以分為兩大類嘅，第一類就係表意文字啦。咁表意文字咧，最初咧一定係象形嘅。咁但係隨住嗰個文字嘅發展咧，譬如我哋漢字咁樣樣啦有6種嘅造字方法噶嘛甚至有形聲，好似即係拼音咁個情況啦另外啦，表音文字咧就必定會有一套嘅字母嘅表音文字咧，亦都可以分為拼音，譬如英文呢啲啦亦都可以有一種叫做音節文字，譬如日文。好嗱，咁我哋睇睇佢哋嗰個分別係點先。嗱，咁我就揾咗另一個字做代表啦。你係啦，你我他個你，咁喺漢字入邊咧係一個字位啦，一粒字嚟嘅啫。佢個音節咧都係得一個嘅啫，係嘛？你一個音嘅啫。英文咧就要有3個字位 you 係咪佔咗3個字位？但係佢個讀音咧個音節都係得一個係嘛 you。咁至於日文咧就係 anata。咁咧，佢嘅字位咧就佔咗3個，係啦，音節咧亦都係3個，anata 都係要讀晒出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就會發覺啦，如果係做過翻譯嘅，咁我哋會發覺啦，譬如中文同埋英文同一段嘅文字，同一段嘅意思咧，漢字咧所佔嘅字位咧一定係少啲嘅因為佢每一個字係個內容係比較複雜啲啊嘛嗱，日文咧通常都會長過漢字嘅，係啦咁就因為咧日文好多時咧佢每一個語數啦一個有意思嘅單位啦佢咧就要有幾個字位。從語言學嘅角度去睇咧，文字確只係得兩大類嘅啫。咁第一類咧就係叫做表意文字，第二類就係表音文字。咁因為咧表意文字咧其實只係得返漢字咧能夠生存到今天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話啦，兩類嘅文字咧，只係得漢字同埋表音文字。好嗱，咁至於第二個問題咯，咁世界上邊一種文字係最古老嘅咧？嗱，咁第一位咧就係蘇美爾人發明嘅楔形文字，咁咧佢可以追溯到咧係公元前3200年，即係距離而家5000幾年咯。咁另一種咧就係埃及嘅聖書體。咁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同蘇美爾嘅楔形文字咧就差唔多咁第三種文字咧就係我哋中國嘅漢字甲骨文啦，可以咧追溯到大概咧公元前1500年。咁第四種咧就係中美洲嘅瑪雅文字，咁可以咧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咁亦即係話咧，文字其實如果我講原創嘅文字咧文字只係創造咗4次嘅啫。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咁英文拉丁文希臘文嗰啲，咁係點嘅咧？咁原來咧嗰啲咧都唔係原創嘅文字嚟嘅。呢4種原創嘅表意文字咧，就只有漢字咧能夠生存到今天。大家睇睇呢個表就知道啦。喺左邊就係4種表意文字啦，係咪原創嘅？括弧入邊咧就代表咧呢種文字咧最尾出現嘅時間。蘇美爾嘅楔形文字咧，去到公元1世紀咧已經係最後一次出現啦。埃及嘅象形文字，包括聖書體咧，去到公元4世紀。中美洲嘅瑪雅文字去到16世紀。換句話嚟講咧，表意文字之中就只有我哋漢字咧能夠生存到今天。第三個問題就係表音文字之間咧有冇關聯嘅咧？大家一定要知道一樣嘢，就係而家嘅所有表音文字咧都並唔係原創嘅文字嚟嘅，佢哋基本咧就係有一個共同嘅源頭。
咁呢個源頭就係腓尼基字母嚇，咁亦即係話啦，無論泰文、阿拉伯文、韓文都好啦，咁呢一啲拼音嘅字咧嚇，咁全部都有一個共同嘅源頭，就係腓尼基字母。咁而腓尼基係邊嘅咧？腓尼基人其實就係住喺而家嘅黎巴嫩、巴勒斯坦同埋以色列嗰度嘅。大家睇翻呢幅圖就可以了解世界上而家差唔多所有嘅表音文字嘅關係咯。嗱，不過呢個圖就比較複雜，咁我哋咧就先睇一睇上半部分先。嗱，頭先我都講過啦，所有嘅表音文字咧，佢嘅源頭都係腓尼基字母啊嘛。咁而腓尼基字母咧又唔係原創嘅喎。咁究竟佢喺邊度走出嚟嘅咧？大家睇翻呢幅圖就知啦。原來腓尼基字母嘅源頭咧係來自埃及嘅聖書體。咁亦即係話咧，喺古代咧，有人將埃及聖書體啲字嘅一部分咧，就變成咗一啲嘅原始嘅字母啦。然之後咧，就再演變為腓尼基字母。嗱，咁我哋再睇落去咯。腓尼基字母咧，向左邊睇，大家即係話咧，向西邊嗰邊發展咧，就變咗希臘字母。咁而希臘字母咧，一部分咧就變咗而家嘅希臘字母啦。一部分咧就演變為拉丁字母，即係英文啊、法文、德文嗰啲啦。咁再發展落去咯，希臘字母咧，另外一個分支咧就變咗係西里爾字母，即係我哋俗稱嘅俄文字母嗰啲。再睇翻另外一條線咯，腓尼基嘅字母咧向東邊發展咧就變咗亞蘭字母。咁亞蘭字母又分三條線咯，一條線咧就變咗而家嘅我哋叫以色列文啦，希伯來文。另外一條線咧就向南亞嗰邊發展啦，就變咗咧婆羅米字母。再跟住咧有一邊咧就去咗敘利亞嗰邊，係啦，就變咗咧敘利亞字母。第四個問題咯，咁喺東亞嘅朝鮮半島韓文咁同腓尼基字母有冇關係嘅咧？答案係有關係嘅。嗱，咁我哋睇一睇呢份報紙先。咁咧佢就係1987年咧南韓嘅一篇報道嚟嘅。嗱，咁大家睇到啦，當時咧仲係漢字同埋韓文咧係混合使用嘅。咁原來咧喺古代嘅朝鮮半島咧，其實基本上佢哋係完全使用漢字嘅。咁直到咧公元1444年咧，先至由朝鮮嘅世宗皇帝咧就發明呢一個咧就訓民正音，即係佢哋嘅一套韓文字母啦。呢一套嘅韓文字母咧又唔係憑空想像出嚟嘅，原來咧就係根據蒙古嘅八思巴文創製。咁八思巴文又係來自邊度嘅咧？嗱，咁大家睇翻呢個表就會知啦。八思巴文原來咧就係根據西藏嘅吐蕃文。嗱，如果我哋一路追溯落去咧，發覺最後咧，原來又係去到腓尼基字母。咁所以咧，就算喺遠東區嘅韓文咁原來咧最尾我哋都可以追溯到佢嘅源頭咧係腓尼基字母。第五個問題，日文嘅平假名同埋片假名。嗱，咁入邊咧就會有50個音噶嘛。咁入邊嗰啲音咧我都當佢做日文字母啦。咁呢啲咁嘅字母同腓尼基字母有冇關係嘅咧？嗱，咁大家睇一睇啦，平假名、片假名。嗱，如果學過日文嘅朋友都知啦，係嘛？A、U、E、O，原來咧佢哋嗰啲嘅日文字母咧係來自我哋嘅漢字嘅喎，係嘛？無論平假名也好，片假名都好。咁所以咯，喺眾多嘅表音文字之中，佢哋嘅字母系統咧，只有日文嘅平假名同埋片假名咧，係同腓尼基字母係無關嘅。咁所以啦，呢個咧係唯一嘅例外。漢字天下系列嘅第一集咧，我就講到呢一度。喜歡嘅朋友咧，就請你點讚留言。咁當然最好係訂閱我嘅頻道啦。咁下一次咧，我就會同大家講甲骨文嘅故事。好，下一次見，拜拜。